仔继续来看这件，敢讲台湾真正是行人的地角。屏东的骄阳国小，昨下晡有一个国小5年的男同学，中昼的下课时间为学校离开，伊用走这个斑马线要过大路，突然间一台轿车拢无减速驶到位，有一个囡仔就甲弄落去。小男童互弄一个冰翘身练滚啊练，甚至佫互轿车甲搞过，非常的严重。小男童的头壳严重的出血，骹骨甲手骨拢断去，目前佫伫咧加护病房咧观察。妈妈接到消息，唔敢相信，后生就好好去学校读册，哪会一下仔囝煞受重伤送病院咧？透过监视器看到学校中昼下课的时间，一个查甫囡仔行斑马线准备要过马路，想要到头前一台白色的轿车对查甫囡仔甲弄落，互老母看一个足心痛。他没有刹车啦，他就直接撞上去，然后又改搞鬼安尼啊！小孩子真的承受的那个痛，真的是我们没有办法体会的。附近的民众看到这个情形，马上冲过来斗相共，赶紧甲查甫囡仔送病院。不过因为伤势伤过严重，为恒春病院搁转到高雄的医学院。查某囡仔的老母是安怎嘛想袂到，后生去上课欢喜要来放学，却变成这个模样。出血，还有都是血块，都是软的啦。然后皮跟骨头中间都是淤血。这件代志发生在昨下晡的5点半，在咧屏东县恒春镇骄阳国小的头前，一个12岁男童放学了后要过马路，想袂到就互弄到。警方表示，驾驶经过酒测了后，浓度是0。初步调查事故发生的原因，是因为驾驶无看到车头前的状况，而且过路人过马路的时阵嘛无注意，才会发生着意外。车辆行经学校及行人穿越道时，应减慢车速，注意来往的人车。目前查甫囡仔伫咧加护病房继续来观察，家属是非常的烦恼。查甫囡仔行伫咧斑马线顶悬，却因为驾驶无让过路人造成着车祸。卡说讲驾驶当初时会用的搁较慢一寡，无的确男童就会当逃过这劫。Hello， 我是林仙怡。想要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，也不要忘记收看华视新闻杂志哦。